無盡探索中國的航天、航空及航海展覽於9月29日至10月12日喺澳門科學館舉行。是次科普展覽首次喺澳門展出月球背面土壤，結合中國航空和航海方面嘅重要展品。展覽開幕儀式於9月29日喺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。去年6月，中國探月工程嫦娥6號成功成為世界首次在月球的背面採樣返回的任務。展覽特別設有澳門的專區，展示澳門在研究成果的貢獻。這次展覽不僅是國家科技創新的實力的一次生動的體現，也是提供一個寶貴的機會，讓我們澳門教育界有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平台。是次展覽由澳門特區政府與國家航天局主辦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、國家航天局新聞宣傳中心、國家航天局探月與航天工程中心聯合策劃，澳門科學館承辦，旨在讓公眾一同感受國家科技事業發展嘅偉大成就，激發青年學生探索科技嘅熱情。此次我們聯合舉辦中國的航天、航空、航海科普活動，不僅是為了展示輝煌成就，讓更多澳門同胞了解祖國航天、航空、航海事業的發展，也是為了激發澳門青年一代對科學的熱情，樹立探索未知世界的遠大目標。是次展覽內容分為5個展區，展出國家喺航天、航空與航海領域嘅尖端科技成就。開幕儀式後，現場亦進行專家講座，進一步提升青年學生對學習科普知識嘅興趣。